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瑤口腔沙頭角店嘅毛醫生。今期呢，我哋講一講呢，都係市面上大家最關心嘅一個問題——杜牙根。醫學名叫根管治療，都可以俗稱為 RCT 啦。杜牙根呢，咩情況下需要杜牙根呢？好多人一直理解唔到，以為牙痛啊，要長規食啲消炎藥或者降火藥啊，咁樣就唔會痛。嗰啲藥房執嗰啲消炎藥呢，其實通常都可以幫你抑制少少嗰啲炎症。但係呢，如果話牙齒真係牙神經發到炎之後呢，係治根不治本嘅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牙齒出現咗以下嘅幾個情況，就一定要去到牙科杜牙根啦。第一種情況，牙齒出現嘅自發性疼痛。咩叫自發性疼痛呢？即係我哋牙齒咧無啦啦出現劇痛，或者夜晚黑瞓夠痛，仲有呢，就係唔定位，就唔知邊隻牙齒出現咗劇烈嘅疼痛。咁樣呢，我哋叫牙髓炎，即係牙神經發炎。咁樣情況呢，就證明我哋牙齒入邊嘅神經已經受感染發炎。第二種情況，咬合痛同埋敲痛。有啲人呢，突然間喺食飯嘅過程中呢，突然間咬到邊啲牙齒，一聲出現咗好痛。咁樣疼痛呢，又持續性嘅，又唔會好。仲有呢，就係用手指甲去敲呢啲牙齒，都會出現到一個疼痛嘅症狀。咁樣呢，就要去牙科杜牙根啦。有可能係出現你牙齒係蛀牙，個窿比較大，嗰啲食物攝咗去神經線嗰個地方，引起到呢個牙齒疼痛，激發咗呢個牙齒嘅炎症。第三種情況呢，就係我哋牙齒垂直方向下邊個牙肉呢生咗個泡，我哋叫根尖周炎。一般咁嘅情況咧係蛀牙長時間唔理處理啊，仲有一個牙周病引起嘅，我哋叫根尖周炎。咁樣情況一般唔會痛，但係呢個泡呢就越嚟越大，或者反反复复咁樣消失生翻。醫學名叫瘻管，亦叫根尖周炎。咁樣情況呢，大家都要去牙科杜牙根。第四種情況，牙齒出現咗變色，好似我哋牙齒前幾年牙齒好地地好白白淨淨咁樣，突然間呢2年呢，受到外傷啊，或者係蛀牙蛀得比較大啊，或者出現咗疼痛，長時間冇理佢冇去處理，慢慢呢，呢個牙齒嘅顏色就變咗一個灰暗色，即係有少少琺紅啊、灰暗咁樣嘅情況，我哋叫死髓牙，即係入邊嘅牙神經已經壞死咗啦，即係好似一棵樹咁入邊嘅樹心已經枯死咗，出邊嘅牙齒就變咗顏色噶啦。第5種情況呢，叫深度蛀牙。大家知啦，我哋嘅牙齒咧，每一隻牙齒中間有神經線噶嘛。當你牙齒蛀牙蛀得比較深，接近到神經線或者已經到神經線啦，咁呢個神經線就會受到外界嘅細菌感染啦，啲病菌感染啦，都會出現咗牙齒發炎。有啲人牙齒咧蛀得好深，但係都未出現到神經線疼痛啦。毛醫生只可以話時間問題。有啲人短期時間係冇咩感覺嘅。但係平時飲熱水、凍水會出現疼痛，咁樣情況呢都需要杜牙根。仲有一種情況，冷熱刺激敏感，到咗換季嘅時間呢，個牙齒會出現特別敏感。如果係敏感牙齒呢，當我哋飲凍水、熱水之後呢，個酸痛感覺呢，大概喺幾十秒之內會消失，咁樣我哋判斷為牙齒敏感。有啲人呢，飲凍水、熱水或者酸甜出現敏感疼痛嘅情況持續1-2分鐘或者時間更加長呢，咁樣呢，你可能需要去到牙科去杜牙根啦。以上幾個問題呢，都係牙齒牙神經出現咗不可修復嘅傷害。當其時你牙齒出現咗冷熱疼痛啊、夜晚黑疼痛啊，或者自發性嘅疼痛、持續性疼痛或者腫脹、牙齒牙肉下邊生膿泡，呢啲都要及時去到牙科聽醫生嘅建議，需唔需要杜牙根？有啲人諗住我食啲消炎藥好啦，但係消炎藥呢，暫時可以幫你抑制個炎症，係治根不治本嘅。好啦。今期呢，毛醫生就係介紹咗牙齒疼痛嘅幾個症狀，同埋需唔需要杜牙根。如果有朋友想了解關於牙齒嘅問題呢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